虔诚的听众牛杂。现在是正甲之声空中播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。六祖大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解说，已经就是讲解到正文第60页，已经就是讲解到正文第60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到第8节，就是解说到初中本无经。正直失道义，即嘛要来说来解说下面。下面就是执业正法文自性入成史。搁再说的就是时多将文说机意，铺盖作例，并体思义，各各立心。依法修行，经不甘正，乃至大事不求自色。即嘛呢，就是要来解说这段意思。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讲假如伫咧甲人讲话时阵，对方呢若是会投机。那就可以来甲伊强论佛法的道理。那是实在不相应呢，也就合掌客气，甲伊欢喜随呢欢喜。因为禅宗顿教的法文呢，本来是无争论啦。那是争论呢，就失去了佛法的意义了。这是在前面所讲，所以即马伫这个所在进一步再讲执业正法文自性入成史。这个执呢，就是固执的意思；业就是为业；正呢，就是正论。就是讲，若是固执来为业了。本无正即款的宗旨，也为着佛法，伫遐伫咧争论。若是安尼呢，自性就入成史。入成史呢，就是物入成史的意思。为什么正自性就入成史呢？因为有正就是有真心，有真心呢，就退失了无性法忍。既然失去了无性法忍自性呢就被埋没，结果呢就入去生死轮回，袂当回来超越三界所以才讲做执业。正法文自性入成史。那从这个所在，咱可以了解佛法，个人就是属于正法无对。但这个正法，咱来当互来推行，咱应当积极去推行。在未当互积极推行迄个所在也就无需要勉强。因为对方假如伊若是固执，袂当互来接受咱佛教的正法，安尼你甲伊伫遐咧争论根本呢对咱佛法无益。不但是讲对佛法无益，有当时阵呢，搁再受到人的诽谤。所以，咱虽然是讲有一片的热心要来弘扬佛法，我若是爱看所在，爱看情形。毋通讲为着我要来弘扬佛法，也结果呢
行袂通，勉强要甲伊行。无法度好来推行，勉强要来推行，结果就不但无法度来弘扬佛法啦，搁再造成真正济在咱弘扬佛法上面的困扰。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交代伊的弟子，也交代伊弟子这个话，正正都是咱现在是应该摕起来用。所以咱正信的佛教徒，咱要来弘扬佛法的时阵，我若是爱注意这个问题。下面是道众文说其意，普解作力。时就是讲在迄个时阵，道众就是讲伊的道地，伊遐的主将，文说其意，听六祖慧能大师来讲上面这资料，安尼叫做文说其意，普解作力，就是讲因呢普遍隆重来向六祖慧能大师来甲顶礼啦。顶礼就是这种谢法，就是讲感谢伊开示佛法，平体事意，讲并且呢会当好来体会六祖慧能大师的心意，体会六祖慧能大师的心意，也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在前面所讲的这个话，讲各国立心依法修行。各国立心，这个立就是修立，所以各国立心呢，就是讲每一个人拢会当好将伊的梦想心给修立起来。依法修行，就是讲以六祖慧能大师所该开始来去修行，竟不甘精啦。讲因呢就唔敢要搁再来争，那这个争呢，就是前面所讲迄个争论的意思。这边讲乃至大师不求自信，当其时呢，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对因的开示，因就知讲大师已经在世间已经无偌久啦，住在世间的时限呢，已经从无偌久。因为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甲因讲过啦，讲我今年的8月就要来离开世间，所以因大家呢知影讲六祖慧能大师已经无偌久就要离开世间，因为甲伊讲的时间呢是在7月。7月甲因讲8月要离开世间，安尼都搁再剩1个月月咯，1个月月当然真短啦。伫遮这是对前面说法的结论啦，就是讲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来对因讲伊要灭度，当时呢，甲伊讲即个真假动静机，将即个真假动静机了，又搁再劝因呢，毋通有所争论。那因遮人听到六祖慧能大师来开始遮个机，大家呢拢真正甲伊感谢，所以就甲伊顶礼。也因为经过六祖慧能大师的开示呢，因已经深深会当好体会六祖慧能大师的心理。每一个人就毋敢搁再放纵，每一个人会当好来收摄伊的心，就好好来修行。在这个所在非常重要，就是讲，因为六祖慧能大师佫无偌久要离开世间，佫无偌久要离开世间，因若是无好好来修行实在是变成错过了机会。咱人的心理真正奇怪。比如讲，这个物件，若是常常存在，就也无感觉讲真正稀奇，也要去甲伊保守。那一旦讲这个物件特别无去啦，当然当中呢，大家都会着急，大家都甲保守。六祖慧能大师的在世，或者是讲不在世，甲这共款意思。
因为因在六祖慧能大师也无甲伊宣布讲要离开世间。迄当阵呢，因以为讲六祖慧能大师在世的时间还阁足久，所以当然呢，对六祖慧能大师在世这个问题就无感觉讲真可贵，因为讲这是平常，而且呢接受的教法这是平常之事。不过一旦听到六祖慧能大师讲要离开世间，哇，因呢就计划呢感觉讲六祖慧能大师在世间是非常重要，在世间是非常宝贵。所以听到讲六祖慧能大师要离开世间啦，国公呢更加搁再认真用功修行。咱教主释迦牟尼佛，伊无论是出现在世间，或者是讲离开世间啦，共款都是度众生。六祖慧能大师也是共款啦，无论是伊在世间，或者是离开世间，也共款都是度众生。伊宣布要来离开世间，这也是一种度众生的方法。咱即晚就以《法华经》摕来甲咱各位说明。在《法华经》内底呢，有一段即款的因缘，就是讲有一个长者，伊的医术真正高明。伊只囝呢，个个拢身体毋好。迄当时阵，伊看只囝的病，来开药互只囝食。但只囝呢，拢毋该食药，为虾米呢？因只囝呢，拢认为讲都老爸在世间啦。若是搁再较严重的病，迄当阵才开药互食就好啊。所以呢，无必认真该食药。迄当阵，即个长者认为讲安尼袂使哩啊，所以就有一天就安尼离家出走，无要互因只囝知。离家出走了，才叫另外一个人摕迄个药方转来，就是讲开药单转来，互因遐囝啦。搁再甲伊交代话，讲伊永远无要转来叫因遐囝呢，赶紧自迄个摕发药单去摕来食。遐囝听讲咱老爸拢无要转来，害以后无所依靠。哇！但伊个好哩家在真自卑啦，寄即个药单转来，但即药单无讲因食所会使呢。迄当阵呢，叫人甲摕转来遐药单，因就认真就摕药来食，将药来食了好去。好去了呢，因老爸才转来。老爸转来，只囝甲伊讲：你毋是讲无要转来啊？伊才自这情形讲互伊听。讲假如我若是甲恁讲要转来，或者是我永远住在厝里，安尼恁呢虽然是讲有病也毋肯食药，所以我必须甲恁讲我无要转来，恁才会着急，才会食药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讲佛在世，甲佛同齐伫咧修行，才会佛的弟子。因为佛在世间无感觉讲真可贵，一旦佛离开世间了呢，才知讲实在是非常可贵。迄当阵呢，只倾要将佛道所开设这道理好来去修行。像即款的情形，世间人嘛是共款，咱做一个佛门弟子嘛共款。比如讲，世间人老爸老母在世时阵呢，无感觉讲真宝贝。老爸老母不在世啦，迄当阵呢，才伫咧甲伊留念，才伫咧甲伊宝贵。老爸老母在世时阵所甲伊讲的话，不但是无要听，有当时呢可能感觉讲真啰嗦啦，搁再感觉真讨厌。即款老爸老母无在世间的时阵呢，才一直回想讲当伊是老爸是教我安怎，老母是教我安怎，才将过去所甲伊交代、所甲伊教的话一一回想出来，再摕出来用。譬如讲做人的徒弟嘛是共款啦。师父在世时阵，师父会教，师父会骂，可能呢也感觉真讨厌。一旦师离开世间，你当阵才伫咧回想阮师对我真好，过去是教我什么款的代志。迄当阵一才甲回想出来，才自师父所甲教，再来去应用。那么这呢，就甲《法华经》内底，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所说法的迄个意思共款。所以若是安尼讲起来，佛在世间也是度众生，佛离开世间也是度众生。
祖师在世间也是度众生，祖师离开世间也度众生。乃至做一个师傅的人，在世间伊也是伫度众生，离开世间共款呢，也是有这个度众生的作用。即嘛伫遮呢，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弟子，知讲大师不求自世，所以呢，就更加会当好来立心，会当好依法修行，更不敢争。下面法海上座再拜文曰：好上入灭之后，依法当付何人？师曰：我以大梵师说法，以至有今，抄录流行，莫曰法宝大经。拟定修护提上传授，道诸群生，但以此说，是名正法。今为拟定说法，不负其意。该为拟定信经顺续，决定无疑。堪任大师，然记先祖达摩大师，复受其意。亦不合团，其曰：我本来自土，团法多别情，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这是另外再一段，这段呢就是说明六祖呢是只有团法，也无要来团意，也说明六祖的这方面的说法。法海上座，就是讲在六祖慧能大师的门下，有一位是法海法师。这个法海法师呢，在当其时也可以讲就是六祖慧能大师门下弟子中呢，属于杰出就是讲在前面贵为得意门徒之一所以呢，叫做讲做上座。讲这个法海上座呢，再拜文曰，再拜就是讲向慧能大师搁再顶礼，搁再甲顶礼，搁再甲问，就安尼讲啦。讲何上入灭之后依法当付何人？讲你和尚，你讲你要入灭啦，但是你入灭了后呢，你的依甲你的法。是要付予什么人？就是讲你这个依甲钵，你是要传予什么人呢？师曰：我以大梵师说法啦，以至有今，抄录流行，莫曰法宝大经。六祖慧能大师就对伊讲咯，讲我呢在大梵师说法，以至有今，就是讲一直到现在时所讲的抄录流行，我讲自这个给记录起来，给抄起来，就安尼呢来流通来流传。莫曰法宝大经，讲就该号一个名，叫做讲做法宝大经。这段意思啦，就是讲我这个法啦，若是讲传。乃是一种的公开传，就是讲对每一个人传，并不是讲特定将这个法呢来指定传给多一个人。尤其是这个法要传给什么人，这个问题，在前面五祖弘忍大师所讲的迄句话非常重要。有人问讲，祖师你的法对起伊讲能者得之。这个能者得之，若是约书讲起来，好像讲都去慧能大师得去；若是约理讲起来，就是讲有迄个能力的人，有迄个本事的人就得去了。你无迄个能力，无迄个本事的，根本袂当得到。所以法这个物件应该是以心印心，就是讲做师父的人将这个法讲出来，做道地人会当体会
在迄个所在就是以心印心，这个法安尼就是传过去并毋是讲做事的人讲来，你来我将法要传互你，我讲互你听你就照安尼甲记起来，并毋是安尼传法。若安尼呢所传的那只是一种文字语义啦。那现主是咱要传法的仪式，咱现主是传法的仪式呢，这是一种仪式。在这个传法的仪式中，那是毋是有真正对于这个法的传授呢？就是讲来接法的人，是毋是真正得到法师的法呢？那就应该要看伊的本身。咱讲看伊本身呢，就是讲这个法师伊的法，或者是讲法师对学佛修行的这个精神，做伊法主的人，是毋是当体会，是毋是当领会，是毋是当接受？若是A呢，才有实实在在得到传法的意义；若无呢，只是得到传法的意识意义。所以，伫遮六祖慧能大师呢，互这个法海上座甲伊问了伊并无讲我法度要传互什么人，恁几个较杰出的弟子我做这个法传互恁，伊并无安尼讲。讲我呢，在大梵寺讲经说法，甲现在时所有讲的遮呢，恁拢甲记录起来，拢甲抄起来，做这个流行。那这个流行要该合作啥呢？叫做法宝大经。讲拟定修护提倡传授，导致群生，但以处说示明正法。拟定就是讲恁大家，恁大家当然所指的就是法海啦，因迄几位遐上首的弟子。那在前面已经因遮的名有出来，法海啦，智贤法达。心慧地上地通智铁，智道法定法律等等。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已经对伊讲过，讲拟定不动于人，五灭道后各为一行书。就是讲恁呢，毋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恁以后就爱在每一个角落来去弘扬佛法。当然，六祖慧能大师也是器重因遮的人。所以，伫遮所讲的这个拟定修护，应该就是咧指因遮人。就是讲，恁遮的人呢，好好对我所讲的法，爱来甲伊保护，爱来甲伊修持，提倡传授。这个提倡传授，就是讲爱一代一代爱来甲伊传落去。毋通呢去断掉去，导致群生。就是讲一代一代传，要来度一切众生。这个群生就是一切众生的意思。讲但以处说示明正法。讲只要呢，你会当好依照安尼来去说法，那这呢就名叫做讲做正法。意思就是讲，恁若是会当依照着我所讲的，也就是六祖慧能大师的法宝大经，依着法宝大经内底的教义来去说法，来去度众生，这呢就名叫做讲做正法啦。即嘛讲到这个所在呢，就是咧说明六祖慧能大师教因爱将伊所讲的法界记录起来，将这个法界流传落来，依着这个法来去度众生，安尼呢，这也是伫咧弘扬正法。最轻先听讲，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，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。